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5篇，箴言第8章第1到31节，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正义的道路。有人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批评耶稣基督，是对于这个外邦的妇女呢非常的不礼貌。他除了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接着又批评外邦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在这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福音书当中，其实是一个极难了解或是解释的圣经段落之一。那到底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真的看不起外邦人吗？有几件事情要请弟兄姊妹先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地点。我们要思考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今天的经文翻译泰尔西顿。那泰尔在马太福音11章21节，同样的希腊文的字翻译成推罗。这个地点是拿弗他利西北边，黎巴嫩山脉的西边区域，是靠近这个地中海的两个城市。推罗比较南边，西顿比较北边。推罗和西顿现今仍然沿用这两个名字。当时候这个地区是属于非犹太人居住的外邦之地。耶稣基督到达这个推罗西顿之前呢，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的前面的段落，他刚刚从耶路撒冷离开，这个是有特别的意思。从耶路撒冷离开，到达了外邦的推罗跟西顿。我们在结论的时候还会再分析这个事情。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迦南的妇人，当然他其实他代表就是外邦人，因为耶稣既然到达推罗西顿这个外邦的境界，当然的一定会遇到外邦人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其实只是一个外邦追求福音的一个代表而已。第三个，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耶稣说我受差遣不是要到以色列家去寻找迷失的羊吗？这句话其实耶稣不是在这里第一次说，在更早之前，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到15节，在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差遣12位使徒出去传平安的福音。耶稣基督吩咐他们不要去外邦，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写着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请注意这一段经文的末后的两节，14节跟15节，耶稣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点，也是今天我们在看的关键点。经文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那个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要容易受呢。第四个，我们看到这边提到狗，有很多牧师、很多人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直接跳到了说，犹太人很习惯用狗来说这个歧视的外邦的话
狗是用来歧视的其实希腊文有2个字来说狗。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这一个希腊文的字叫做kunarion， 是小狗，或是我们说的家狗，或是现代人所说的宠物狗今天讲的是家狗。那希腊文另外有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 kuon 或是kunos， 这一般就是指中东文化当中，像犹太人他以歧视的语言在说那只狗，在指的外邦人。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的经文，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个狗就是那个 kunos 或是 kuon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我们知道前面的狗跟后面这个猪是对应的，2个都在指外邦。猪是指外邦在献祭给偶像用的祭物那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耶稣所说的是不是歧视的语言，其实在这里蛮值得我们深思的啦第5个角度耶稣说我怎么可以把给儿女的饼干给狗吃呢？这里的儿女其实在讲的是犹太人。这个饼代表什么？这个饼是代表福音或是耶稣基督本身。桌子呢？他说那个饼从桌子上掉下来，迦南的妇女所说的，给儿女的饼干从桌子上掉下来。如果儿女代表犹太人，这个桌子其实就是代表犹太地以色列家。掉下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了犹太地，到了推罗西顿，犹太地在这里，然后就往推罗西顿北边然后靠这个进入我们说的外邦之地。那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福音出去了，当然就可以被外邦人所谓的狗来捡拾了。那我们重新检视马太福音10章，耶稣基督他差遣了这个门徒出去传福音，所谓的以色列家世上的人之后，他们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就单单以马太福音11章21到24节的记载，那边说：格拉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被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他说：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在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要容易受呢。这以色列家迷失的羔羊已经背离了福音，已经不再被耶稣基督所接受了。所以耶稣就从耶路撒冷来离开，去到了这个推罗西顿外邦的地方。也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赞美迦南妇人的信心。当然耶稣基督也答应他，照你所要的我就给你成全了。因此迦南妇人的女儿她就得到了医治，得到痊愈。今天的经文箴言第8章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看到那个呼召，他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架的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可是以色列家的人并没有在听，因此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转向，到了外邦。正如保罗时常说的，先是希伯来人，后是希利尼人。外邦的福音是上帝正义的道路，提供给那一些愿意听得到、愿意坚定相信、愿意走在正义之道上面的迦南妇女，其实就是外邦人。可是福音是给普世的。